哥，一陣間咧3點鐘，我哋就一齊由維園出發，行到去政府總部。另外都呼籲下，嚟緊嘅禮拜5、6月4號晚上咧，一如既往，我哋係會有6/4嘅燭光集會，希望大家可以一齊參與。咁啊，呢一張帆板咧，我哋會帶住佢行啦，亦都會咧6/4嘅夜晚咧，我哋會帶住佢一齊參加燭光集會。能夠出席嘅朋友絕對歡迎啦。如果唔能夠出席嘅朋友咧，都希望可以喺呢度簽翻個名，支持平反6/4。我哋作為上一代嘅人，我哋作為成年人，更加係應該話俾下一代聽6/4嘅真相係乜嘢。作為一個人，我哋更加應該要面對自己嘅錯，承認、改過、深刻反省，咁樣嘅錯先至係最值得。希望大家一陣間一齊由3點維園出發，一直行到去政府總部。